不是乱放，你要看一下现在木头的状况是怎样。好了，伯。月，像专门在家里专门在帮我们生活的哦。啥？可以搞地瓜了啊！木啊，太阳要掉伤了。好，来，我们先回顾到现在是，他们已经是30。好，回顾到18年前，哦，那个卢老师在编的乌台国小的舞蹈，我们就来模仿，哦。也是跳高了，我们就去体验一下过去那个俺们那个达廖拉赖他当初在用的那个跳火跳烟哦，来当做是一个什么净身哦，让自己的身体哦把不好的不干净的哦不要带回部落，对不对？对，懂吗？准备好了没？各位选手现在要跳的高度是哪一个部落？好了，准备，老师第一个，等一下赖老师也要跳啊，然后呢，打两篮也要健身，打两篮有时候也是会出去玩耍，去别的地方吃肉啊，然后聊天啊，然后，好，要抓哦，你跌倒就干那个，啊，快点，抓我来的，很好，嘿啦。尼古拉，对，给老师等着啦。给老师开始啊！好，准备，选手，这里，在这，往这边，好。让他们再跳一次完整的哦，好，好了。注意啊，看头在哪里，所以以后你们要练习带头。老师不会看高矮胖瘦哦。你比较认真学习的，你就很像是比较厉害的练。认真学习卢凯子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放在最前面。哦。原产你知道。哦，老师随时点你，可能见你们不会上。哦，不要急，不要赶，来。对了。大来一闪，很是精彩。老大是，大家拿来都踩给行，来，别，娘腔，来把水啊，大啦，给东王沙巴鲁。哎呀，我给呀巴特的歌，哦啊哎哎，你古老巴古达哎呀，我给呀巴特的歌，哦啊哎。
마늘 아예 langit ada Roda de Taroi Yashi Ye Paro Tati Panu Roda de Taroi Ye Paro Tati 给站起来，加油！臭屁，叫最强。出来。武大的盖罗，马达拉索，快点走了，哟嘿，阿拉耶萨。来，旁边来带水休息一下。